呢個牛車托上去分開嘅喎，呢個車原來。哇！呢隻似豬又似乜啊？歇采野豬，公元206年，哇！2000年前啊呢隻，犀利。呢隻牛嚟嘅，似豬多啲喎。兔嘅。哇！呢啲全部漢朝喎，勁喎！差唔多2000年前，犀利。哇！呢個厲害，東漢時期嘅，公元25年啊！哇！咁都整到出嚟，中國啲歷史真係犀利。編鐘喺度，1、2、3、4、5件。哇！呢個鼎斜方格紋曆，呢一咪獨曆。